你有冇見過有啲小朋友讀英文書好流暢嘅喎，但係學校嘅閱讀理解啦，定係寫作成績都係麻麻地嘅。咁樣可能咧，因為小朋友細細個就開始假閱讀，係一個欺騙大腦嘅壞習慣。如果唔及時去改正咧，英文嘅成績咧係有機會突然向下滑嘅喎。今集咧主要就講下乜嘢叫做假閱讀同埋處理嘅方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iss Ellie，美國註冊讀寫治療師同埋遊戲治療師，喺香港執業超過11年，專門處理英文讀寫障礙問題。我都有一個6歲大嘅小朋友。如果你對國際學校嘅生活、學英文同埋親子教養都感興趣，歡迎訂閱我嘅頻道。咁喺講假閱讀之前呢，你要知道真正嘅閱讀係要解碼能力同埋言語理解並重嘅。而假閱讀呢個概念呢，根據 Dr. Kelly Cartwright 就係大腦嘅執行功能無法靈活切換聲音模式至意義模式，即係話佢淨係讀得出聲，但係問佢內容咧佢答唔到嘅。呢種人咧有2個特徵，第一，讀書好似念經咁快，冇停頓位嘅喎，務求盡快讀晒本書佢。點解會咁？因為喺香港好多小朋友喺識小學之前嘅階段咧，都淨係追求個字要讀得準，同埋本書要夠深，忽略咗小朋友認知部分嘅限制。例如4歲嘅小朋友自己睇到 Matilda，6歲自己睇到 Harry Potter 就覺得好出色，但係其實呢啲書嘅內容咧都唔啱呢啲年紀嘅小朋友睇嘅，因為好多情節都係講緊人性陰暗面啦、世界嘅醜惡啦。例如點解 Harry Potter 嘅 cousin 一家係會咁憎自己呢？嗰個姨姨同埋媽咪其實係姊妹關係嚟嘅喎，點解佢咁嫌棄佢嘅呢？呢啲故事咧都冇明確咁去交代嘅。對於一個得4至6歲嘅小朋友，仲係探索緊各類型社交技巧，自己去睇呢啲書咧，其實佢唔會明背後人物行為嘅動機同埋暗示，亦都感受唔到唔同文筆寫出嚟究竟有啲乜嘢唔同。短期你未必察覺係會有咩問題嘅，仲會好開心小朋友自己睇到啲咁深嘅書添。但係當佢哋習慣咗睇書淨係睇表面意思嚟，長遠嚟講咧係會造成閱讀習慣上嘅缺口嘅，令到佢哋之後要做批判式閱讀或者係深度分析就會覺得好困難啦。所以揀書一定要揀符合心智年齡發展嘅，唔係話讀得到就叫做啱。而6歲左右嘅小朋友咧 ，Early Chapter Book 我係建議女仔可以揀 Ella and Olivia 嘅系列啦，男仔可以試下 Wimpy Kids Diary 或者係 Weird School，裡面講嘅人物關係係講得好白嘅，邊個唔中意邊個，邊個係好 mean，係畫公仔畫出腸，小朋友就好容易去理順翻唔同角色之間嗰個關係同埋行為動機啦。當然，如果係伴讀嘅話咧，係可以睇深少少嘅，因為有你喺側邊度講解嘛。咁呢個咧就引申到下一個話題，就係伴讀嘅重要性。有好多家長都擔心，我成日都讀俾佢聽，咁佢咪依賴咗咯？但係其實咧，初初睇一啲比較進階嘅書嘅時候，文章上嘅理解，尤其係詞彙上嘅變化，係需要大人引導個小朋友去留意嘅。例如喺 Rainbow Magic 入邊，佢哋會用 delight、content 嚟解作 happy。但係如果小朋友咧，佢淨係識得 happy，咁佢就會錯過咗學習其他同義字嘅機會啦。所以想詞彙豐富，並唔係要睇啲深嘅書，而係要引導。例如可以示範一次喺適當嘅位置要停，然後問佢哋睇咗啲乜嘢，傾下故事嘅內容，順手再講1、2個書本提及嘅同義字。另外咧，一定要留意小朋友閱讀嘅流暢度。如果連基本嘅流暢閱讀都做唔到嘅話，你走去睇一啲高階嘅書咧，個腦係會100% 專注去睇啱嗰啲字，而冇空間去做理解嘅。久而久之，大腦就會習慣咗淨係負責讀個音，唔去思考。另外一個假閱讀嘅特徵咧，就係經常撈亂形狀相似嘅字而不自知。例如會將 house 讀成 horse，明明個句子寫住 went into the house， 佢讀咗went into the horse， 佢哋都唔覺嘅喎。見到一啲陌生嘅長字咧，又唔肯試讀嘅，咁係因為佢哋仲係用緊整體認讀法，將英文字咧全部都係 sight words 咁樣背咗佢，唔會嘗試去拆。咁雖然 sight words 係真係高頻詞，而且係冇得拆嘅，例如 your、the 同埋 set， 但係呢啲字咧只係佔咗英文嘅15% 左右嘅啫，其餘85% 咧其實都有文字潛規則去拆嘅。就算你係學普通嘅 phonics， 其實最少都解釋到50% 嘅字。而當你發現小朋友呢個情況咧，千祈唔好一開始就話俾佢知個字點讀，而係要引導個小朋友去留意佢讀錯咗嘅部分，例如頭先嘅 house 同埋 horse， 咁喺 house 嗰度咧，你就要指住 ou 呢個 vowel 嘅部分；喺 horse 咧，你就要指住 or 嘅部分。
然後叫佢讀一次，要佢先 aware，跟住再改正。而如果佢讀唔到一啲陌生嘅長字咧，你要幫佢拆嘅，揞住部分嘅字，陪佢一齊練習讀唔到嘅部分。到最後啦，我想分享下小朋友由幼稚園文盲嘅狀態點樣1年半到而家係書不離手嘅咧。咁首先佢6個禮拜大咧，我就開始每一日都伴讀俾佢，就冇停過嘅。佢唔屬於天生中意睇書，佢整多叫做唔抗拒嘅啫。因為佢 BB 識得行嘅時候咧，佢都冇耐性聽我讀晒成本書佢先會走嘅。但係我就從來都唔逼佢嘅，只係喺佢冇得走嘅時候，例如喺 high chair 食緊飯啦，臨瞓之前喺 BB 床啦，就係咁讀故事俾佢聽。咁呢個咧係佢唯一嘅娛樂嚟嘅。另外我屋企咧係唔開電視、唔開 YouTube 嘅。人哋用電子奶嘴，我就用書本奶嘴。食飯咧真係一個好好嘅時間去講故事。而到佢而家識得獨立睇 chapter book 嘅時候咧，佢都係一路食飯一路喺度睇。拼音咧，我反而真係佢4歲幾先至開始嘅。而佢學嘅咧就係讀寫治療先用，教埋文字潛規則嗰一套嘅 Sense in Reading。而個系統咧，佢只係學咗一半，用咗1年左右啦，已經可以由 Oxford Reading Tree 好簡單 CVC 嗰啲書，到而家睇 chapter book。而且咧，佢個批判式閱讀係做得好好，質量咧亦都反映喺佢寫作上面啦。而近排咧，我同佢出去考一啲比較 competitive 嘅雙語學校，佢係 pass 晒所有嘅筆試同埋 second in 嘅。咁對於一個從來冇測驗默書考試嘅人嚟講咧，其實一啲都唔容易。我相信呢啲就係重視閱讀質量長期累積落嚟嘅成果。所以個總結就係閱讀係發展性嘅，需要順序去安排，引起興趣，啱程度先係重點。唔好成日覺得本書深先有用。小朋友大得好快，觸發佢哋高效閱讀嘅黃金期其實得好短。好多時候你慢慢摸索得嚟，其實佢已經長大咗去下一個階段。為咗幫大家唔好錯過咗呢啲關鍵嘅時刻咧，我錄咗一個全新嘅 webinar，學霸閱讀腦的秘密，詳細拆解一個人究竟係點樣先做到批判式閱讀。到最尾咧，會送出一個英文隨身聽 podcast 同埋故事網站清單。等你唔得閒嘅時候，小朋友都 keep 住練聽覺專注。有興趣可以喺留言區度睇資料。留意翻我所有嘅 webinar 都係限時，送出嘅禮物咧成日都係會轉嘅，有興趣就快啲報名啦！如果你都想知道你小朋友睇緊嘅書適唔適合，可以喺留言度問我，或者你都可以分享下你伴讀小朋友幾多歲呢？希望今集嘅內容對你有啟發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！